轉換。好啦，一起步嘅時候咧，咁就都算全部順利起步噶。咁啊，帶緊頭咧就睇嚟先啦。內檔嗰邊咧，皇家冠軍就出得快少少嘅。咁啊，中間呢，有隻迷人東方，果然都喺前邊啦。咁啊，外檔埋緊嚟嘅馬咧，咁仲有咧就梅利迪斯啊，旗艦嗰隊喺出邊嚟嘅。跟住仲有利吉之子噶。然之後馬群中間啊，再度遇見啦。咁喺佢隔離就鞋象啊，外檔埋緊去啦。咁紅衫嗰匹啊，利吉之子嚟嘅。咁啊，睇翻內檔嗰邊就巴巴雷克啦。咁然之後內檔咧仲有未來轉換啊，喺佢隔離黃衫就野妒忌嚟嘅。喺個外側嗰度咧仲有隻利道特啊。咁再下一陣嘅馬啦，咁先見到咧阿拉格塔咧嗰啲比較厚啲啦，拍住隻龍龍威一齊嘅。咁然之後個馬就海西留喺尾二啊，包緊尾就明日珍珠嘅。已經入到轉彎段嘅時候啦，咁前邊咧迷人東方啊單騎帶出嚟噶，守住第位外檔埋到嚟就旗艦啊。咁貼欄第三就紫區啦，個零馬位之後咧就有咧就溫切莊園啦，內檔嘅皇家冠軍喺外碟啊利吉之子嚟嘅。咁再跟住個馬咧就巴巴雷克嘅大第七位咧，佢貼住欄嘅，喺佢外側咧就鞋象啊，出邊咧仲有隻梅利迪斯啊上咗嚟嘅。然之後咧就再度遇見啦，內檔上咗啲就未來轉換啦，咁啊掟出去到哇鬥撞啊，龍龍威好似都失去控制咁，一頂咧頂埋隻利道特出去嘅。咁暫時喺後邊幾匹馬海西啊，咁同埋咧就呢隻嘅雙倍勝啦，熱門嘅嘢到期都尾二嘅啫喎，包緊尾咧，暫時咧仲係明日珍珠，咦嗰隻鞋象好似有啲事啊收慢咗嘅，一路轉緊彎啦，向住最後直路進發嘅時候啦，前邊咧帶緊頭仲係迷人東方嘅，守住第位就旗艦啦，貼欄第三就係紫區，然之後啦仲有溫切莊園啊，喺外檔上咗啲就梅利斯特啦，咁落檔就皇家冠軍嘅，咁再跟住個馬咧就利吉之子開始要騎啦，掟出去外檔嘅龍龍威啦，內檔嗰邊就巴巴雷克啊，再跟住個馬咧先見到咧仲有再度遇見內檔博位啊，咁啊掟出外檔嘅馬咧仲有咧就阿拉格塔啦，咁暫時野妒忌咧落後都幾遠下嘅，入到嚟之後直路嘅時候啦，咁前面帶緊頭咧，暫時咧就旗艦有多少優勢上咗嚟先嚇，咁中間仲係迷人東方嘅，內檔上緊嚟就巴巴雷克啦，然之後外檔上嚟嘅馬龍龍威啦，野妒忌喺外檔都揾到位啦，最200米嘅時候咧，前面咧隻旗艦有多少優勢喎？咁中間就迷人東方嚟嘅，咁出邊上緊嚟嘅馬咧就皇家冠軍啊，咁啊前面咧就旗艦咧就鬥緊呢隻迷人東方，後邊上緊嚟皇家冠軍，咁啊前邊咧一路咧迷人東方咧就有啲優勢嘅，佢出啲係一名迷人東方，第二名海西上咗嚟啊，皇家冠軍咧就第三嘅。咁啊，結果嗰啲內檔馬咧就有啲着數啊，迷人東方係帶到翻嚟添嘅。咁啊，內檔嗰度隻海西咧係攝下上啲，攝下上啲，攝咗上嚟嘅。皇家冠軍咧睇嚟喺中檔有個第三，再度遇見原來冇位嗰度抽周。哎呀，迷人東方咁啊，今次係反勝翻啲對手喎。啊，海西啊，攝得幾好喎呢隻，反而同住嗰隻啊起步都論盡啊，嗰隻未來轉換。哇！不過有啲馬騎得好曳下，啲野妒忌嗰啲，你點會追得翻啊？去到嗰啲位，好後啊！騎師係好出名嘅咁樣跑法，真係。